家樣樣嘢都加晒價，你有冇諗過？其實我哋每日買緊嘅洗頭水、牙膏、牙刷呢啲日常開支，其實可以唔使淨係使錢，仲可以幫你賺翻份額外收入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研究緊嘅聰明消費邏輯。好多人一聽到創業就覺得要攞筆錢出嚟，或者每個月跑數。但其實亞多美呢個平台最吸引我嘅，佢係好似行超市咁簡單，冇入會費，我每個月強制你要買嘢嘅壓力，你需要乜就買乜，純粹係平時用開嘅日常用品，換個質素更好但價錢更加合理嘅品牌。佢呢個 logic 係消費變收入，因為產品質素好，當你用得開心，自然會同朋友分享啦。以前你喺超市買嘢，超市賺錢，依家喺呢度，平台會將廣告費慳翻嚟，變成積分回贈翻俾你，就係咁簡單，將日常生活變成一份長期嘅被動收入。其實想改善生活，未必需要好大嘅改變，可以由換支牙膏開始。如果你想了解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消費變收入，留言想知或者直接 DM 我傾下。